我也感觉讲，伊三个拢连做伙，哦，足够牵拖无食吧？啥咱因拢会夹做伙安尼啊？一个关系的安尼。对，惯性伊就是吼。凡俗的贵济若到，伊就会一日工去掠一只某的，找着美女，伊就甲揪掉咧，就无爱放。啊，伊面掠着，拢总就是一对一对，所以拢家叫红仔母鱼啦。哦，红仔母鱼就是安尼讲的啦。这是母的较大只，嘿。啊，这公呢？迄公呢？这个吼形状吼，袂说敢若会当较水的呢。我会记你讲，敢若后有一句什么俗语是毋？就讲敢若是啥物后遐甲后遐有关系。啥物？哦，人讲天，你讲地；人讲后遐，你讲饭粒。后遐是啥物？后遐就是较水的。后遐就是较水，较水后遐啦。伊就是用后的饭粒啦，落去较水也会较汤。所以古早时代，古早人咧煮饭，内面有一只后遐安尼哦。伊就是用后的壳落去咧养。哦，这意思讲人讲好呀，你讲饭粒啦。哦，意思来讲翻作国语的说，人说城门楼，你扯八拉头，安尼啦，有那意思哟。对，城门楼跟八拉头啊，好呀，啊个这个，个饭粒啦，嘿啦嘿啦。